各位兄弟，大家早早，大家平安。咱要做伙来吟诗，学罗上帝，圣诗103首，恁拢免惊。咱唱两摆。恁拢免惊，我已唱歌，基督叫我哈利路亚。恁拢免惊，我已唱歌，基督叫我哈利路亚。有一摆。恁拢免惊，我已唱歌，基督叫我哈利路亚。恁拢免惊，我已唱歌，基督叫我哈利路亚。咱昨通过以西结书的第2章，来看见上帝来爱先知以西结来领受命令，来传达上帝的信息。这是上帝头一摆对先知伊的托付，甚至上帝互伊看到一个异象，就是册根的异象。今日咱要继续看的第3章，是上帝第二摆爱先知以西结来将这本册根来将伊加落去，然后爱去传达上帝所爱传达的话。第3章嘛，看见先知以西结伊对田野的中间，等到受掠者的百姓群体中间，来继续为主来传达上帝的话。上帝嘛，互先知以西结就一个宣言，伊的任务就是上帝爱伊在传福音以前，先爱伊点点，无爱互伊讲话，嘛无爱互伊来行动。咱即时就来读今日的以西结书的第3章第1节到27节。第1节，上帝对我讲：人主将我互你这根册根加落去，然后去对以色列人宣讲。所以我喙擘开，伊就将迄根册互我食。伊搁讲：人主着食我互你的册根，互你的腹肚饱甜，我就食。册伫我的喙内甘甜若蜜。咱看见先知以西结。伊第2摆，对第2章到第3章，上帝第2摆爱伊来食即个册根。头一摆是上帝叫伊爱开喙，伊就看到一只手将即个册根摕伫伊的面前来舔开、拍开、展开，顶头有写遮个字，前后拢有字，是哀伤。吐气甲悲伤的字，总是第2摆，伊就开喙，先知以西结开喙，上帝就恶互伊食即本册。所以咱看到人负责开喙，上帝负责供应。上帝就对先知以西结讲：即个册根要互你食甲饱甜，甚至等以西结伊食即个册根的时阵，本来伊顶一摆看到的是遮个字，拢是充满哀伤、吐气悲伤的字。总是伊食落去的滋味，拄啊倒摆是甜甲蜜共款。咱搁继续来看第4节到第11节，上帝甲我讲：人主去以色列人遐，将我的话甲因讲。我毋是派你去语言袂得理解的民族遐，是派你去以色列人中间。我毋是派你去言语袂通，讲啥物你拢听无的民族遐。我若派你去因中间，因会听你的话。毋过以色列人民毋肯听你的话，因为因连我的话拢毋听，就毋听。以色列人民固执，心肝硬。我要互你的意志坚定，袂当甲因对抗。我要互你的意志亲像泉石，比火石搁较坚定。虽然因是背逆的子民，你毋免惊因，嘛毋免因为因的面色。嘛毋免因为因的面色着惊。上帝阁对我讲：人主，我讲的话，你着注意听，嘛着藏伫心内。你着去流亡的同胞遐，不管因要听还是毋听，着传达我至悬的上主要甲因讲的话。所以先知以西结，伊伫旷野来看见即个异象，总是即个异象。就是伫河边所看的，然后上帝爱伊转到伫百姓的中间，甲遮的人民，毋是遮的外国人，是甲伊同胞，就是遮以色列人人民来传达上帝煞者要继续讲的话。遮的话，伊毋免去学外国话，伊毋免去用别种的语言，伊就是用伊的母语，用以色列人所讲的这希伯来语，然后去甲因讲，因
会当听有，但是因听有，但是无要听入去，这是上帝已经甲先知以西结来警告的。但是毋是因无爱听先知的话，是因为因是背逆的子民。咱伫第二章，上帝就讲，因这是背逆遮的民族，是悖逆之家，所以因亲像即个草刺，亲像亲像野虫，伫即个中间，是非常的挨咬，非常的痛苦。总是上帝甲以西结讲，上帝要帮助以西结毋免惊。然后要互伊的意志亲像旋石，额头像金刚石，比火石更坚硬，不要怕他们。所以上帝已经将这个预防射注伫以西结的心上，互伊会当勇敢去传讲。虽然无人听，无人信，但是只要讲，继续讲，上帝会甲伊同在。能够继续来看12到15节。迄时上帝神甲我举起来，我就听到我的后边有轰轰叫的声，讲着称赞上主对伊遐所显出的荣耀。我阁听见遮的画面伫空中伫飞，瑟啊声卡的声，嘛听见伊的链仔转势所发出亲像大地动的声。上帝的神甲我举起来，带我行，我的心艰苦阁受气。上主的大气力，甲我地。安尼，我来到加巴鲁的河边的提尼阿比，就是流氓的同胞住的所在。我捂住硬硬伫因中间住7日。伫这段对12节，先知以西结，伊讲伊看到异象，然后伊听见上帝的话，然后伊阁看到上帝的册卷，然后阁进入到伊的喙，然后上帝互伊通明白，这个遮甜的蜜。但是无人要听，无人要爱，但是毋免惊，上帝要甲伊同在。当即个意思伊掠掉了后，上帝讲你的就爱用心里要领会，耳朵要听。总是呢，上帝的神就将伊举起来，这个神就是灵，灵也有风的意思。不管是上帝的神，还是风，甲这个以西结，甲伊吹起来，甲伊举起来，伊就听见伫后壁个大叮当的声，是讲上帝对伊遐显出伊的荣耀。所以先知以西结，伊看见上帝荣耀，伊知影上帝荣耀比这别人要听无爱听，搁较要紧，搁较重要。所以先知以西结，伊嘛看见这些画面，因会吸三卡的声，甚至这个链仔的声，拢是大地动的声。所以迄个场面，迄个情景，对以色列来讲是非常的震撼，对伊来讲是非常的激动。但是14节，讲神搁一摆将伊来举起，举起来，带伊行，然后伊的内面，就艰苦搁受气啊，中文讲我的灵火热，这个火热嘛有受气，嘛有艰苦，的意思。因为上帝手看伫伊的心中，上帝用伊的大气力甲伊缀咧，缀伫即个以西结，真正是一个重担，有一个重担伫伊的即个心，在他的灵里面呢。所以这是伫圣经中间，咱当看到真少数，一个先知伊所经过这超自然的情景，的现象，总是伊描写了非常的清楚，甚至伊的内心所经历的。这个代志对伊来讲非常的 shock， 非常的震撼，所以伊就来到伫这个河边的城市，叫做提勒亚比，提勒亚比，这个都市城市的名就是防洪池，就是这个堤防，堤防的意思。伊来到遐，甚至呢，就来到遮狩猎的百姓的中间，伫因的中间点啊、硬啊，就是真恶。坐了7天啊，所以这个伊互上帝的神举起来，真正互伊感觉非常的刺激，互伊感觉非常的着惊，所以伊经过了7日，经过了7日，伫遐无震动、无动作。咱继续过来看16节到21节。7日后，上主甲我讲：人主，
但我指派你做以色列人民的守望者，你着将我甲你讲警告的话甲因讲。若是我宣布某一个邪恶的人一定着死，你无去甲警告，劝伊改邪归正，互伊通救家己。这个人虽然会因为家己的罪死，毋过我要对你追究伊死的责任。你若有警告迄个人毋通继续做歹，毋过伊无改邪归正，伊会因为家己的罪死，伊的死你毋免负责任。若是义人离开正路去做歹，我要互伊跋倒，互伊死。你若无警告伊，伊一定会死。伊要因为家己的罪死，我无要纪念伊所做的好事，嘛要对你追究责任。毋过你若有警告伊毋通犯罪，伊嘛无搁犯罪，伊要因为接受警告来活，你嘛要救家己的性命。伫即个16吼到21节的中间，上帝派以西结一个工课一个职分，就是爱做守望者即个watchman 守望者就是爱亲像徛卫兵，亲像爱来顾遮个城市，甚至呢，这是上帝的守望，就是爱来警戒遮个以色列的百姓，因为遮个以色列的百姓是大卫的后裔。是阿伯拉罕的后裔，是上帝甲因所立约的。总是上帝也因有缘早着甲因警戒，着爱归向主，着爱来遵守主的约，才会当得到救。总是因离开上帝的道路，上帝有缘疼伊，无爱因含沉沦伫罪恶的中间，伫灭亡的中间，所以上帝差遣先知以西结来做守望的，来为着这百姓毋通继续行差错，毋通继续伫罪恶中间。等守望的守望者有真做有负伊的责任，安尼这百姓得到救，守望的嘛得到救。但是这个守望的守望者，伊若无去尽伊的本职，安尼这百姓不但这百姓袂当得到救，连这个守望者家己嘛袂当得救。所以会当讲，守望者是甲这个罪人、罪恶的百姓是白做伙的。咱继续来看22节到27节，上主的气力充满我，伊甲我讲，起来去山谷遐。我要伫遐对你讲话，我就起来去山谷，伫遐看见上主的阴光，甲我伫加巴罗河边所看见的相款，我就趴落去涂骹。上帝神进入我内面，互我徛起来。上主对我讲，转去，甲家己关伫厝内。恁主啊，人要用锁甲你绑起来。互你袂当出去外面见人，我要互你下到袂讲话，互你无法度警告遐个背逆的人民。毋过我会阁对你讲话，迄时我会开你的喙，你着传达我至悬的上主要甲因讲的话。人若要听，互因听；人若毋听，故在因，因为因是背逆的人民。伫即段，咱看见以西结煞变做是下到上帝爱伊靠伫山谷，伫即个山谷的中间，以西结嘛看见上帝阴光就踮伫迄个所在。当伊看到上帝阴光，上帝神就是上帝的灵，搁一摆，互以西结伫伊的内面搁举起来，互伊搁徛起来。所以伊互上帝神来大大充满时，上帝互伊的一个动作，互伊任务，本来是讲叫伊爱去传遮个话，传遮个道，但是呢要传进前，叫伊先转去厝内底，将门关，甚至呢袂当讲话。这甲上帝所要做的拄啊倒摆，上帝是爱先知以西结去传讲，去遮个百姓中间，伊会听有你咧讲啥物。但是伊要去传进前，上帝爱以西结，袂当讲话，袂当出门，等甲上帝时间若到，上帝会互以西结开喙来讲话。
因为遮个人民，因要听无爱听故在因，因是背逆的人民，因是无顺服的人民。今日咱所看的这段的圣经啊是看到先知以西结伊受上帝的呼召。伫今日的金句，我近3章17节，3章17节讲，人主担我指派你做以色列人民的守望者，你就将我甲你讲警告的话甲因讲，搁一摆。人主担我指派你做以色列人民的守望者，你就将我甲你讲警告的话甲因讲。今日这段圣经，互我的感受就是上帝伊爱每一个守望者是伊所差派、伊所指派，要伫迄个所在、迄个地区，为着遐个地区的人民的中间，失丧的性命，为着因来守望，为着因来祈祷，为着因着爱来警醒，通过呼吁上帝的话带互因，会当改邪归正，互因当离开邪恶。会当转到伫正路，嘛通过改邪归正，会当来互因的性命得到拯救，无陷落伫即个沉沦、罪恶、败坏甲死亡的中间。这是每一个守望者，其实也是每一个基督徒，上帝所互咱的托付，就是咱爱去招万百姓来做耶稣基督的核心，奉爸囝信心的名，甲因行洗礼。说耶稣所教示咱的，就爱教示因来遵守。上帝就要甲咱伫直到世界的末日，是做共款守望者的工课，就是互人的性命无搁沉沦，会当来得到救。今日是今日是9月8，是即个大学生开学的日，嘛是咱南教会上年大学开始上课开学的日子啊。咱也除了即个学生等到伫学校继续学习以外，咱伫10月7日马街来桃园140周年的音乐会，阁有剩23天的时间啊！也求上帝来带领，互即个音乐会有上帝的即个引带。今日的代志，咱的即个会当来思考的就是，什么人是我身躯边失丧的人？有啥物人会沉沦伫罪恶的中间？上帝差派咱，就爱做因的守望者，为着因来警醒，为着因来祈祷，会当将上帝的话、上帝旨意带到因的身躯边。咱要安怎为着因来守望，互因会当来欢喜，较无听上帝的话语，亲像上帝爱先知以西结，点点的时阵。就点点开喙时就开喙，咱就有负责任讲，即个心内底接受无接受，这是上帝信心所做的工。最后，今日的祈祷，就是咱要求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会当做即个在地的守望者。不管咱是伫桃园，不管咱是伫台湾，不管咱是伫什么所在，大家都咱为着咱的校园来守望。为着咱的上班的职场来守望，为着咱所徛起的社区来守望，甚至为着咱所在地的这个音乐文化，咱所在地遮的人民来当做守望者，互咱会当来传上帝话语，会当来传上帝旨意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愿恳求你，搁一摆为着这个土地，为着这个人民，阮要向主来恳求。虽望阮的能力有限，总是求上帝，你也感动阮，提醒阮，互阮的心警醒，就爱为着这个百姓，为着这个社区，为着阮所志接这四周的人，因的灵魂，因的性命来祈祷。因为为着因会当离开罪恶，来离开这个死亡，互会当因为耶稣基督得到永远活的活命。求主你的神将阮举起来，将主你的信心大来充满伫阮，互阮会当得到对天顶、对顶头来的快乐，互阮会当伫这个阮所徛起的所在，直到天边海角，会当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。
阮哋咧恳求祈祷，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咱来吟信心203，对甲其中所充满的。对家己中所充满的，拢总相助上帝，伊将要建立的海面，安置伫水顶面。啥人会就上帝圣山，徛伊圣的所在？清气的手，清洁心肝，诚实是主所爱。心无富家，无藏干贵，这人自被赐福。各对上帝一定恩惠，因是这主民族。愿上主祝福你，保护你；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，施恩互你；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阿门。